各位好，今日我哋會深入分析黃金喺2026年4月27號到5月3號嘅表現。我哋會睇下美元、利率預期同埋黃金 ETF 嘅持倉點樣影響金價嘅波動。呢個分析會幫大家理解黃金市場嘅短期同長期趨勢。我哋嘅核心觀點好清晰，短期內金價會喺一個 range 裏面波動，但長期嚟講，佢嘅方向係 up。未來一兩個星期，金價預計會喺4510到4710美元之間上落，主要係利率壓力同低位承接嘅拉鋸。而未來1到3個月，美國嘅經濟數據同政策預期會主導金價，核心 range 會擴闊到4450到4830美元。但係展望6到12個月，由於央行持續買金、通脹壓力同避險需求，金價會向上突破，甚至可能超過5000美元。我哋會再深入探討呢啲因素。上星期金價下跌，主要係市場對政策重新定價嘅結果，而唔係長期需求崩潰。GDP 數據改善，令市場覺得減息嘅迫切性降低。PCE 數據高過2%目標，推高咗實際利率嘅預期。加上初領失業金人數低，聯儲局有空間維持緊縮政策。不過地緣政治風險仍然存在，呢個因素限制咗金價嘅跌幅。呢啲都係高位估值消化嘅表現。雖然美元指數 DXY 本週微跌，但政策美元嘅影響力依然強勁。現貨美元嘅輕微波動並唔代表美元單邊轉弱。聯儲局偏向耐性嘅態度，令美元資產嘅吸引力持續。最關鍵嘅係市場預期高利率會維持更長時間，呢個預期壓低咗黃金嘅估值。所以壓住黃金嘅唔係美元短期升跌，而係高利率維持更久嘅預期。我哋再睇下 ETF 持倉點樣支持長線。ETF 嘅大持倉量為黃金提供咗強大嘅長線支持。截至5月1號，GLD 同 EAU 呢兩大黃金 ETF 合計持金量超過1500噸，總資產淨值超過2200億美元。呢個龐大嘅實物需求池係黃金長線向上嘅重要基礎。雖然金價短期下跌，但呢個唔代表實物流出已經確認呢個持倉水平，反映咗市場對黃金嘅長期信心。短期嘅 range 又有咩細節呢？我哋睇到 ETF 大持倉提供咗長線支持，但短期金價走勢，我哋可以將佢分做3個層次嚟分析。首先，防守區喺4510到4560美元，呢個位反映利率壓力雖然高，但市場對黃金嘅承接力都好強。跟住係平衡區4560到4610美元，呢個區間市場會觀望新嘅宏觀數據，先至會決定方向。最後反彈區喺4610到4710美元，如果美元回落或者避險情緒升溫，金價就有機會上到呢個位。所以未來一兩個星期，金價嘅基準 range 預計會喺4510到4710美元之間。我哋點樣判斷金價會向邊個方向走呢？承接上一個 slide 講嘅短期 range， 我哋有3個情景去判斷金價下一步嘅走勢。基準情景有55%嘅機會，金價會繼續喺4510到4710美元嘅 range 裏面波動。偏弱情景有25%嘅機會，金價可能會跌到4450到4510美元。呢個情況只會喺通脹、就業、美元同實際利率同時轉強嘅時候出現。而偏強情景有20%嘅機會，金價有機會升到4710到4830美元。所以我哋仍然預期金價會以 range 為主，但長線嘅趨勢又係點呢？雖然短期金價有機會喺 range 裏面波動，但長線 up 嘅趨勢其實未被破壞，主要有幾個結構性嘅支持因素。首先，各國央行持續買金，反映佢哋對儲備多元化同去美元化嘅需求。其次，通脹黏性令黃金仍然有抗通脹嘅配置價值。再者，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存在，令黃金嘅避險需求長期都喺度。最後 ETF 嘅大持倉量都顯示市場對實物黃金嘅需求仍然龐大，所以
短線嘅回落只係估值消化，長線嘅結構性需求仍然支持金價 up。咁綜合嚟講，我哋對金價嘅最終判斷係點呢？綜合我哋嘅分析，短期金價會喺4510到4710美元嘅 range 裏面波動。中期嚟講 ，range 會擴闊到4450到4830美元。但長線嚟睇，金價仍然係 up 嘅趨勢，因為結構性需求依然存在。不過我哋都要留意美元同實際利率會唔會再升，呢個係主要嘅風險因素。所以短線唔建議追高。低位承接嘅力度就要睇美元同利率會唔會降溫。